咁今日咧就參加咗插花班啦，試咗去學拉花嘅。我哋學咗詠春拳。究竟咩活動可以學到咁多嘢呢？原來呢40位婦女喺2026年嘅6月26號去到28號參加咗大灣區女性廣闊歷史文化交流計劃。活動組織咗40位嘅香港婦女去到廣州同埋佛山進行為期3日2夜嘅交流考察，令到大家可以親身感受嶺南文化嘅深厚底蘊，同時亦都對內地嘅婦女工作同埋為民工作有咗更加深入嘅了解。與其聽我哋講咁多，不如去睇下佢哋有啲乜嘢真實嘅感受啦。咁呢個咧就係我今日嘅作品啦。插花咧，老師好好啊，佢將每一朵花咧介紹俾我哋聽，亦都講俾我哋聽咧，花咧係可以插到咩形狀。呢個活動咧令我好開心，你睇下我中意到花咧插到成個頭都係啊，所以我都覺得文化宮提供嘅工作坊咧，老師都好有質素咯。我覺得同我諗嘅唔一樣咯，嗰啲奶泡嘅溫度都好重要啦。咁頭先前幾次我試咗咧唔成功咧，都係因為可能我冇注意到呢啲細節啦。我覺得好好玩，同埋呢度啲人都好熱心幫我啦，可能俾我認識多啲香港人嚟大灣區呢邊創業嘅一啲機會咯。即係以前睇電影，可能覺得即係好似好難啊，其實都 OK 嘅，即係因為佢可能將啲細節位全部都分得好細，咁我哋都好易學嘅。我覺得原來唔係咁簡單嘅，會流好多汗啦，同埋咧啲動作咧都幾複雜嘅，不過需要慢慢循序漸進咁樣學就 OK 㗎啦。除咗豐富嘅職工技能提升課程同埋非遺承傳體驗之外，佢哋仲參觀咗廣州市婦聯綜合大樓，了解廣州市點樣從創業、就業、技能提升等等嘅唔同方面去到支持女性發展。市婦聯大樓咧，佢嘅配套咧都好完備啊！咁咧亦都俾咗好多機會咧，俾婦女咧去發揮佢哋嘅自我嘅能力啊！佢有好多唔同領域嘅方面都有幫助，例如係衣服啊，或者係一啲可能戀愛諮詢都有啦，咁樣呢啲，我覺得係全方位嘅提供咗。即係可能如果有啲婦女佢真係可能平時唔係有太多技能嘅，咁喺呢度都可以學到自己嘅生存技能，可以幫到自己未來發展咁樣咯。婦女咧都會有更加多嘅機會去即係參與呢個社會啦，咁去發展自己嘅才華。比起可能做翻以前可能我哋固有覺得女性應該做嘅嘢之外咧，咁其實女性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去發展，咁樣我都覺得係好好嘅一件事啦。短短3日2夜嘅行程，我哋嘅團友可以從另一個角度，文化、歷史、實質嘅政策同埋體驗方面，更好了解到大灣區嘅融合發展。我哋希望參與嘅姊姊妹妹能夠將3日2夜嘅體驗，未來返到去香港，喺自己嘅崗位、自己嘅社區同埋自己嘅家庭入邊，能夠將相關嘅信息更好嘅傳遞，亦都可以將兩地婦女發展嘅政策能夠思考，繼續推動到香港婦女嘅更好發展。